一名外国居住伫台湾的阿先生，2冬前发现正手小指头仔的指甲有细的污点，经过医生手术切掉了后，空喙无好线生出肉芽组织，转到大病院来看医生，结果发现是罕见的甲床鳞状细胞癌。甲床鳞状细胞癌它是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啦。那老实说，它并没有非常的常见。但是它是占手部的恶性肿瘤的90%，所以在只要手部的恶性肿瘤的话，有90%是甲床鳞状细胞癌这样子。因为阿先生的工课需要长时间的拍字，原本手术爱将正手小指头仔尾端切掉，经过医生的讨论了后，决定以冷冻切片的方式，确定切除组织周边有恶性肿瘤细胞，刷落来以无名指的终端组织补伫咧切掉部位的空喙。进行手术切除以及局部皮瓣重建手术。那在术后6个月，目前追踪起来都没有复发，伤口也复原得非常好。这种癌症发生的比例足低，也毋过算是指甲定定看到的恶性肿瘤。医生表示，根据美国这几冬的资料，这种癌症定定发生伫50到70岁的查甫，而且非常的歹诊断。好发的年龄是50岁到70岁之间，那男生的男女比例是2:1。那一般来说，它因为没有特异性的表现，症状不明显，所以通常会延迟诊断，平均诊断的时间大概需要3年。医生也讲，这种癌症发生伫骹手的大拇耳以及食指。若是讲手指头有受伤过，有夹指甲的习惯，也是讲是食薰，拢是癌症的危险因子。虽然讲外科手术是癌症的第一线治疗，也毋过改掉自身的歹习惯才是解决的方法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